学校上尾工，老爸骑马来接8岁后生。Oklahoma 一个叫 Mike Mormon 的老爸，伫ed门所在的某种研小学上课上尾工，无驶车，雇2只马来接因8岁后生客转去。这场特别安排的学校接送，是沿线 Mormon 的囡仔时传统。学校上尾工，我骑马去学校，伊甲 Today.com 讲，真侪囡仔拢安尼做。即摆轮到 Kale 啦 ，Kale 自2-3岁就在骑马。Mormon 讲，甚至参加青少年骑马比赛。Kale 对骑马逐项代志拢兴趣，伊尾亲像老爸安尼，